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4课，不要太着急赚钱。课文4。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。这一段时间，尽管工作很紧张，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，我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，顺利地完成了工作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。另外，马经理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，公司决定这个月给每人多发3000元奖金，感谢大家这3个多月的努力工作，希望明年能有更大的成绩。生词：按照、成功、顺利、感谢、消息、按时、奖金。课文5。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不要太急着赚钱，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。在工作的前几年，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学习与同事交流的方法，积累专业知识，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，甚至是非常不喜欢的工作。这时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工作的责任心。一个人即使能力再高，经验再丰富，如果对工作没有责任心，也很难把工作做好。生词：工资、方法、知识、不得不、甚至、责任。